大家好，我是米哈洛，我是乌克兰人。今天是2025年4月27日。昨天，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意大利见面了。他们聊了不久，但是之后，特朗普发了一个社会媒体帖子。在帖子之内，他写了，在他看来，俄罗斯没有理由用导弹袭击乌克兰的城市，袭击乌克兰的平民。他觉得普京在骗他。在事实上，俄罗斯不想和平，有可能美国应该加以制裁俄罗斯。我看到了这个，觉得挺不错。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见了一面之后，特朗普下了这个结论。那如果他们会再见面，有可能特朗普会派美国军队帮助乌克兰。嘿嘿，当然我开玩笑，但是那个老疯子，谁知？